OK，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 VideoMaster 嘅 TX12 Mark II 嘅呢個換金屬搖桿嘅呢個視頻。咁順便都分享一下我去睇完無人機展之後一啲對出力機遙控嘅一啲睇法啦。好，咁簡單講一下，我之前係用真牌嘅 T14嘅，主要其實都係因為唔適合我嘅手型，佢嘅搖桿呢個太大啦。咁首先講解下啦，其實出力機其實唔需要好多按鈕啊，基本上我3個就已經夠嘅。基本上就一個開關，跟住一個係換模式用嘅，咁另外一個就可以直接集成 BB 響同埋反烏龜。咁其他啲基本上都唔點用噶啦。咁裏邊嘅系統啊、調啊嗰啲嘢，我基本上都唔用噶啦。就前期第一次用嘅時候就調下咯，基本上後邊都唔喐噶啦。咁我一邊拆開個控，一邊喺度吹水啊。咁首先講下 JR 倉呢個問題啦。依家啲控基本上都冇大嘅 JR 倉噶啦，係得翻細嗰啲 ELRS 嘅高頻頭嗰啲倉，所以就變咗我呢啲中意用 JR 倉，特別係我用緊大黑羊嘅人嚟講咧，就非常之唔友好嘅。所以依家啲新控嗰啲，除非你用大控，如果你一用細控嘅話咧，咁基本上你就要自己外掛啦，外掛嘅話你又要外裝啊，又成就好麻煩嘅。咁其實點解唔整個大嘅 JR 倉？大嘅 JR 倉你可以再加個配件，整翻一個細嘅 ELRS 倉出嚟。咁但係細嘅 ELRS 倉你想加翻去大嘅 JR 倉度，嗰下就加大咗好多嘢。所以我都好唔明依家啲廠家佢究竟設計啲控為咗咩咧？同埋更新得咁快，其實係冇乜作用嘅喎，依家啲控都冇乜嘢好驚豔嘅技術啊，或者各方面嘅體驗。咁我都順便講下屏幕呢個問題啦，因為依家啲屏幕咧就出到又話 OLED 啊，又話勁到可以打機啊，整個 Windows 系統啊喺裏邊咁樣樣。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就冇乜意義嘅，因為就算你個屏幕整到可以攞眼 3D 啦，都冇 Q 用。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嗰個 mon 咧，就基本上淨係攞嚟調參嘅時候先至用嘅啫，其餘時間咧都係垃圾時間嚟嘅。咁個 mon 我覺得最有用嘅咧就係可以實時投屏我睇到嘅畫面。一嚟拍 freestyle 嘅時候拍個遙控嘅話會比較好睇啲啦。二嚟如果喺專業拍攝嘅時候咧，我有時候俾人哋睇下個畫面嘅時候，我唔使又要另外再俾多個畫面外接出嚟，咁就直接可以睇個遙控器個 mon 咁就得啦。咁嗰啲係如果你更加高要求嘅時候，咁先至外接個 mon 都未遲。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出嘅嗰啲 mon 整到如何這般咁樣樣咧，基本上都係垃圾，純粹就係為咗買嘅時候好似好勁咁加咗啲新功能，其實嗰啲功能咧基本上都係冇 Q 用。咁其實點解所有嘅工藝唔可以統一啲咧？即係可以同一個牌子，你嘅各種遙控係可以迭代更新之餘，無論電池啊或者搖桿嗰啲啊，你都可以承繼到，即係好似大疆咁有一套好完善嘅系統俾你。咁係啦，同埋喺搖桿方面咧，點解唔統一啲規格或者佢嗰個設計嗰個理念咧？變咗你每一個牌子每一個型號你要更換搖桿，其實佢嘅型號係唔一樣，即係開嗰個模係有差別嘅。咁變咗額外你又增加好多成本啊，咁樣係為咩呢？我覺得呢啲好無厘頭。統一佢呢個規格，你可以大量啲去生產啊，各方面你嘅原材料亦都會平啲。咁仲需要少少微調嘅，啲桿嗰啲調整都再調整一下。咁就遲啲先再搞咯。咁就再講下搖桿方面，依家啲遙控器啲搖桿咧就真係鉗嘅，即係其實一早聽告耳嗰陣時咧就已經有摺疊啊嗰啲噶啦。咁點解唔沿用佢嘅摺疊嗰啲咧？同埋有啲細控都幾好嘅，即係可以拆出嚟，跟住然後放喺個控嘅其中一個位置，嗰啲都 OK 嘅。但係就好似呢啲咁唔可以拆嘅，就運輸嘅時候好麻煩。你一定要撻個保護罩，你唔撻個保護罩好容易撞嚟撞去嘅話咧，撞爛個搖桿㗎啦，或者佢個精準度有啲問題。所以我唔明點解特別係大控啊呢啲，基本上佢都唔用呢個功能喎，好奇怪。但係呢個功能已經係一早嘅時候就已經有啦。其實而家出咗咁多遙控嘅話咧，更新迭代咗咁多，啲遙控已經係大同小異，冇乜
點樣改變嘅地方，就變咗廠牌之間就除咗你更新迭代之餘，就係打價格戰咯，就變咗依家啲遙控就越出越平。咁對玩家嚟講係好嘅，因為每個品牌有自己嘅特色，我覺得 OK 嘅。但係每個品牌自己嘅裏邊系列好多嘢都唔通用啊，各自有各自咁樣，好似唔同人去設計咁樣。我唔知係咪為咗適應唔同嘅玩家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其實就搖桿冇問題，撥桿冇問題，咁基本上就攞出去玩噶啦，啲參數一早就已經前期調好晒，基本上冇咩事我都唔喐入邊，咁所以依家遙控器更新嗰啲功能呢，基本上你日常玩嘅時候基本上唔點用到啊，你基本上玩出機嘅時候，基本上都係搖桿搞掂晒嘅，最多你撥下啲按鈕咁樣啫，冇其他嘢俾你搞噶啦。你話日常會唔會特登平時飛機嘅時候再去搞下個遙控參數啊嗰啲嘢呢？其他我唔知，但係我就肯定唔會啦。我自己都幾期待緊可以有一款真係可以完全適合到我嘅控。好，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有機會再屌下其他啲產品。